星期，下面咧會有咁樣變到個樣。如果你都同我一樣成日都瞓唔夠，眼圈好深，眼袋好大嘅話咧，可以同我咧一齊做呢一 set 眼部按摩操。咁啊，首先準備一個熱毛巾敷下對眼先啦。準備你平時用開嘅眼霜啦，呢個係眼嘅精華啦，然後就搽喺個眼嘅周圍。咁按摩嘅時候咧，我係中意用埋支油，呢個係平時洗面嘅油啦。我就會都喺個粉霜度，等陣我抹唔到對眼。咁首先咧會用呢個石咧按一按鬆眼嘅下面啦。咁呢個刮痧係點樣用嘅咧？其實都係一樣，按鬆翻下面呢度先啦。按到上個太陽穴，然後咧拉翻落嚟耳仔下面呢度。咁耳仔呢度都有啲淋巴位啦，你都可以大力啲咁按。唉，兩個女又翻晒學，阿仔又瞓覺。簡直係 paradise！你試下2個星期日日按啦，一定有效果，唔呃你。B B 喊，其實講真啦，邊有咁多時間啦？就算有時間都唔會咁勤力，所以咧我都係會做機搭救嘅。再加上咧前排我嘅黑眼圈真係好嚴重啊，眼袋又大啦，所以咧我已經偷偷地去咗試做呢個 BTL 嘅眼袋槍。呢部機咧就係 BTL Excellence Ultra 360眼袋槍，利用全球唯一 FDA 認證超聲波結合單極射頻技術，佢可以快速有效咁重塑膠原同彈力蛋白結構，加快血液循環，緊致眼部肌膚同改善眼周老化問題。一場嚟到，我梗係唔會放過便利嘅機會啦，順便咧做埋 Pico 皮秒激光。揀呢部係因為佢有最強輸出嘅功效，1064波長，皮膚穿透力夠高，可以減淡到80%嘅黑色素，望落白淨啲，個樣望落都 short 啲啦。所以幾時都話呢個世界上係冇醜嘅女人，只有懶嘅女人。呢度冇？媽咪咧？哦嚟啦，媽咪嚟唔嚟？嚟唔嚟？嚟。